講到這陣西南風和這低氣壓帶，予屏東呢是真儕所在佇4天內累積雨量超過1000毫米。今仔中晝呢，這台鐵的崩山和崩野之間的這鐵基路受到水崩山影響，台鐵宣布講今仔日南回線是停駛。另外，這蘋果公路第一線450公里崩山的路段由土石崩落來，影響到交通。那頭對這呢，這屏東縣政府是宣布，春日鄉、三地門鄉的德本村和大社村、南州鄉的萬華村、嘉東鄉的運豐村、鹽運村，還有東港的東新里、內關帝里等地區，明仔載是停班停課。高雄火車站內未少民眾排隊等要退車票，主要是山區落袂停的大雨。25中晝時造成台鐵南回線崩山到崩野之間的路段，因發生土石流來造成停駛，所以真濟民眾提早佇高雄站落車。不過台鐵第一時間並無通知相關配套措施，所以引起民眾不滿。突然跟我們說，到潮州而已，所以造成你看我們現在要退票是怎樣，搞不清楚他們也沒有說有什麼配套措施。沒有啊，那你這樣突然說我們要怎麼回去？南回線的路段是屬於單線運轉區間，那因為它本身就是在我們這個等於說在山壁之間的一條單行路線，所以這些如果要利用公路接駁，確實也是有困難。連續落大雨，予屏東山區甲北地4天累積雨量攏已經超過1000毫米。唔但鐵路、道路系統受到影響，第一線450公里處崩山路段，就發生土石崩落來，土山流到路邊的狀況，影響人車通過。相關單位也看咧清運搶修道路。面對南部嚴重的災情，行政院長卓榮泰25早起也到屏東勘災，表示中央的第二五備金、災損金並無放刪除，只是1351天才通過預算，目前已經拍算新使用內部業務費。行政院有相關必要的一些業務費用還是被刪除，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緊縮。新竹甲南州的苦瓜園勘災，面對這波的大水洪災情，卓榮泰強調，一定會排除各種的困難來解決農民的問題。記者柯明哲、區兆陽、屏東高雄採訪報道。